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因为有电力公司拍算伫台南市安定区靠近安南区交接的大塘用地兴建天然气发电厂，引发民众反弹，嘛成立自救会要抗争。对此，立委陈天辉日前召开座谈，包括地主大塘甲台电代表对着兴建案拢无明确的承诺，只表示会收集民意，欢迎后党示会。对此，市府为了让民众安心过年，19号特别召开记者会，副市长叶哲山代表市长明确表示，只要民众对着该案有任何空气污染或是安全的顾虑，市府拢未通过审核。我们环保局在去年的9月12号参加环评的小组审查的时候，其实就表示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有所谓的天然气的安全之余，有空污的问题，这个部分中央要正视，而且要听取在地的声音。我想这个在去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样子了。今年年初的时候，那陈老师提供我相关的自救会所提的相关的简报资料，还有联署的资料，那我们林局长也转交给了台电公司。那在月初的时候，我亲自也跟台电的王总经理也见面，我也跟他表达了在地对于空污以及安全性的这个事情有非常大的疑虑，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台电非常的审慎这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尊重国家的能源政策，但是我们更重视我们居民的健康跟安全。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也代表市长在这里跟大家非常严肃郑重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只有强调，应对的该案是相当严格标准，过程嘛拢是甲所有民众徛做伙。强调经济建设虽然重要，不过更重视民众健康。今日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过年前最后一天上班日，有民众利用时间来大卖场采买年菜、伴手礼。特别过年期间，规家伙仔团圆，需求量大，所以拢是一车一车载。市长委托第二前前往传统市场关心以后，19号嘛伫经发局顶局处代表陪同前来卖场关心民生物资供应的情形。其中特别针对两家部分，表示一粒大型卵大概无到8块，基本上物价已经平稳。目前看起来都还可以，尤其像过去大家所看到的，有被人家特别讲到了蛋，今年蛋以蛋来讲，每一颗大型的蛋大概不到8块钱，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希望说这个民生物价维持平稳，大家都能够有个好年可以过。尤其像一些大买场，它本来销货量就很大，所以说它货走得快，那新鲜度也比较好。那所以说我们特别有时候着重一些像蔬果、鲜果的一些鲜度，那目前为止都看起来都还不错。不过我们也去检查一些相关的食材，到昨天为止检查了100件，有6件不合格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都能够提高这个不合格的要求改善，要不然都不能继续贩售希望能够维护食安，所以在食安、价格都要注意的前提下，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得好年。受到国际物价加美国禽流感影响，包括卵等相关的物资拢堆得起，加上经济波寒流，有民众相当烦恼过年采购搁爱加开钱。不过市长委托表示，政府所推出的平价专案，业者拢相当配合，为了确保农产品的物价平稳加供应充足，卖无定期考察食品卫生，让民众过一个安稳的好年。今日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对家李仁美伫每一档春秋两季拢有作品发表。2003年开春，应单局人文艺术空间的邀请，来到台南办展览。
展览当中的大家都有较有肥仔涂所呈现的白肥，冒用蓝豆控制所烧出来眼眶，用惊人的色地创造个人特色。嘛由于介意白山，所以推出玉山系列，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就是有一个隐青的意象，像水一样的意象，然后有一种粉粉的一个春天的一个浅绛、浅驼红的这样的一个春带彩啊，这个系列是我们这一次展览其中一个可爱的亮点哈。所有伫艺术空间的作品，透过日头甲光影变化，嘛，互作品呈现无同的风格。而且这回大家作品阁有用力玉珠、石头等无同材质的搭配，相当特别。同时，作者希望伊的作品不只是观赏收藏，而真正会当摕来泡茶，达到艺术生活化。李仁美老师，他的气除了非常多的创意造型，其实它是好用。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一点日本风味的这样的一个急须壶，叫做侧把壶哈。急须壶本身它非常的好上手，好使用哈。讲到泡茶本身嘛是茶艺术的王丽芬，延伸茶艺展览，邀请有台湾、日本茶大赛之称的大有爱子来台南，就要亲自泡茶，推广日本茶甲台湾的民众交流，佮小解啉茶配好果子的日本味，要互民众看见好果子不只是点心，已经是一种食品艺术。他希望借着日本茶，然后跟台湾的朋友交流。然后让大家多了解日本茶的文化。除了茶之外，他也准备了和果子。和果子呢，在这个茶道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日本茶文化来说，一杯茶必须要配一个甜点，这是他们一个就是一个搭配组合。我很好奇和果子的制作过程，因为我一直对和果子有非常大的好奇，是它精致到像一个艺术品。对，就让人家想说，它到底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艺术品这样子。新春的茶艺展览单据人文将一直展到228，期间都要2-9暝到初3天困，其他时间都开放参观。再来新闻军籍采访过的。魔法工厂是市cou文创园区入门的打卡景点，即马行到上顶头，加了一个设施。现场大人囡仔拢算甲非常欢喜，这是因推出的亲子滑索，来回有90米。那这一次的体验呢，设施爱你家族是以亲子友善为主题，搭配3岁以上小朋友、12岁以下的儿童。搭配一位18岁以上的成人，双人一组共同体验。那针对亲子平民的幼儿票以及儿童票，可享免费快速通关一次。那这一次的双人滑索的体验呢，的地点就位在我们的魔法工厂的最顶层。另外，第年后，深山市集也将伫市cou文创园区顶场邀请130个单位，以魔法为主题，并且采用预售的方式来管控顶调。一直以来，深山市集就是一直在走在当代这一件事情的策展。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想要把今年以魔法为主题的市集办在石鼓。然后在这个场域里面，让石鼓的原本的硬体的部分发挥到更立体。我们场域本身有不同场域的特色，例如说像是我们的魔法火车，还有我们的魔法道具街，以及烟囱，在这一次的规划主题里面，针对这5大场域都有进行它一个特殊风格的一个设定，那能让大家看到一般的这个工业遗产的活化再度的升级，变成了魔法化。市集伫2月11到12号这2天顶场，疫情过后，业者不断推出新的物件来吸引更较侪人前来佚佗。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
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事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教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票选为台湾10大灯会之一的普济灯会正式开展，伫今年已经进入第11档，现场有1600帕彩绘灯笼，非常的壮观。主灯特别邀请艺术家陈建志创作圆圆融融土，由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来点灯，并结合音乐会向民众传达新年祝福。第11届的这个2023普济灯会已经非常。特别伫咱国际、伫咱国内，拢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地新工作庙同款也举办成功灯会，庙方特别请来全国有名的台南武媚娘来升，吸引一粉丝来拍卡翕相，成为成功灯会的大才能。大家好，我们是台南武媚娘，祝大家兔年行大运。另外，举办第3档的火星护佑平安旗和消防灯笼活动也正式点灯，现场超过2500帕的灯笼挂伫消防局周围，同时也请到火地神quân伫现场驻驾，保庇大家平安。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每当的新春期间，台湾凌霄宝殿武良宫拢会规划点灯过7000平安桥以及祈福发挥等活动，互信众祈求伫新的一冬会当平安顺遂。今年的玉皇上帝万寿庆祝活动，
庙方嘛准备了机车、手机啊、电脑等一项好礼，作为跋杯比赛奖品。农历的7、9、15，由咱庙方啊，拢有举办了这个点光明灯、文昌灯、财神灯、太岁灯，啊个斗灯啊，以及过7星平安桥，佮有这个跋发财金，这个跋喷射机车，这个苹果的手机这个平板电脑哟，100块。过年大家欢喜安尼。当然啦，咱这7、9、15每一天拢有这个准备这个糯米，含这个红圆含所有的信众7、9、15，安尼来过现安尼。伫正月7、8暗时10点，台湾凌霄宝殿武良宫也会举行祝古大典。每当举办，拢有上千人到场参拜，场面是非常热闹。庙方也欢迎四方信众踊跃到武良宫共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让信众伫新的一冬就有一个好彩头，东区南天府为了当前就开始发送开运红包，而且这个钱完全无用信众捐赠的邮箱钱支付，而是每一人主委家己出钱寄付。南天府今年的开运红包，主委张志忠特别准备了1000份，要来烧送。我们南天府这一次呢，也是依照往年每次的持续，我们都有一个压轴好戏，就是压岁钱都有在那个除夕的当晚呢花这压岁钱。希望呢，我们台南市所有市民能够来到我们南天府那参拜那个关帝圣君，然后让关帝圣君能够庇佑我们在这兔年大家都是旺旺旺。不止开运红包，南天府7、9、15嘛有规划点光明灯、文昌灯、祭改，还有元宵宴会、约丁卖、食平安年以及点灯祈福等活动。咱元宵节也有这个点灯祈福，那伫这个元宵呢，咱的疫情当中有2年，咱拢无对外无办这个食平安年、甲摸彩灯卖等吼。那么今年呢，这个奉主公管理委员会。这个决定，今年要来举办，当来参加元宵节的平安年，包括摸彩、灯卖等等的这个无大种的活动吼。当然，伫遮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点灯祈福，互咱呢国运昌隆，互大家当安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庙方表示，市长委体伫初二东港早时10点10分，将会伫庙埕发送开运红包，因为是限量，所以欢迎市民大众提早到场排队领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岁末年终，台南市议员蔡小伟每合台南天灵主神会19号中昼伫东区举办关正爱心年菜，陪伴6岁过好年的活动，透过区公所的协助。关正东区第1、2款的低收入户，每户1份的药膳养生鸡，加200块的超市礼券，总共195户来受惠。感谢来自天灵慈善会的协会的成员大家一起在岁末年终之际给予我们东区低收入户1款跟2款的乡亲朋友们一个年前的温暖包含是准备了一盒药膳鸡的这个汤品，还有我们的200块全联礼券，都是希望说取一个这个起家好意啦来祝福我们的东区的里民以外呢，也希望说在过年期间呢，用这个全年礼券呢，可以买一点食品在家里面来过个好年。那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天灵慈善会长期以来帮助弱势，走入社区关怀我们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在这个过年期间感受特别的温暖。阮常常听到人咧讲，这个城市所伟大，不只是这个城市硬体的建设。上界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精神，这个城市的精神，就亲像蔡小伟议员甲天灵宫慈善会同款，共同为着弱势来服务来打拼，所以伫遮特别感谢咱的这个善心大德，或者弱势的族群，拢有一个好的年、温暖的年，嘛望大家会当同款
教着咱关圣帝君同款吼，拢会当哦秉持着救济弱势的精神，啊，互咱的台湾，互咱的城市愈来愈好。伫立委林俊宪甲前议员吕维英的牵线，为伫安平的天灵主神会，抱着处之社会、用伫社会回馈的精神，逐当拢会捐赠物资予弱势团体甲低收入户，一方面帮助弱势，另外嘛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侪社会善心共同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议员林美燕的门下，国华友爱新商圈的理事长廖大展，以及2间店家食粗饱冷冻食品，甲芋圆大大做伙寒冬送暖。19号上午，伫个国华友爱街口，同齐发送臭豆腐甲芋圆的美食，希望帮助中西区甲南区的弱势民众。国华友爱商圈办这个活动是，咱主要是咱这个食粗饱，咱这个头家娘爱给咱这个芋圆大大的这个咱少年头家吼，啊，对咱这个街区这游民还是这弱势团体吼，拢做逐年拢有做一个这个活动啦。啊，因为疫情我有停3档啊啦，啊无已经做20几年的这个爱心的活动。啊，阮这个商圈嘛是希望讲大家吼，以后未来吼会当招更较侪商圈的店家做一届来做这个活动。哦，也当帮助咱更较侪弱势的团体。新3千的这个理事长带领着我们的理监事啊，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啊，当然更感谢我们假臭霸、臭豆腐，还有我们的芋圆大大哈，他们也在这个时候尽到他们的一个爱心，针对我们中西区这个低收，还有我们南区一些低收的好朋友，他们把他们这个非常美食、好吃的东西分享给这些好朋友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年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心。食粗饱冷冻食品的头家长期帮助弱势，做人的理念就是家己食7分饱，留3分保留给有需要的民众。而友爱家顶的芋圆大大。为了准备今仔日200份的芋圆，一透早就开始准备，希望用小火火的芋圆暖心嘛暖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